一、二、三、四，风听见纯情的愿望，月娘啊，伊偷偷出来看，水水的日记，哪会无人听？冷风吹来，心微寒。星点点滴滴在闪烁，月娘啊，也替阮挂心意。天顶的乌云，请你紧来散，愿将月光做灯塔。孤单的暝，无聊的夜，我的人，我的心为你扛照行。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大家好，我是岳云老师。今仔日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是张秀清旧年的新歌，来，2024年4月的首播《月光灯塔》要甲月光当作灯塔了啊！词曲作者是李海老师，原唱刚刚介绍过是张秀清。这是一首降 B 大调降 B 大调在哪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两个黑色的。右边的左边这个就是哆的隔壁就是 C 再往右边一个的隔壁的这个黑键呢就是降 B 降一个 key 要降到 A 吗？不是，同学要有这个概念 ，B 跟 A 的中间有一个黑键，对不对？所以 B 降一个 key 要降到哪里？降 B 这个音呢，这个黑色的键呢比 B 还要低，所以叫降 B。那比 A 还要高，所以它叫升 A 所以黑键都有两个名字。来，我们找到这个 key 要叫什么？叫唱哆那这里是 B 那就是降 B。那 C 呢？只要是7A B C 1 2 3 4 5 6 7，只要是7 它都是 B， 所以这个也是 B， 对不对这个 B 降一个 key 降到这个黑键，所以这个也是降 B， 只是这两个音呢。差8度，这个是低8度，那个是高8度来，所以我们这个音找到了要唱哆，这个音找到了也是唱哆来，我们看回到歌谱来回到歌谱来，把歌谱拉好来，轰咪瑞咪瑞二哆啦啦嗦啦。轰，那个轰呢，我们尽量呢把嘴巴张开，让声音往头顶上去，听到好像有回响头顶上有回响，声音在头顶上一样，轰轰，比那个你收尾音的时候，轰会变成什么？会变成鼻音，对，轰，听见儿纯情的愿望，愿望愿0，然后650，然后拉手这是一个3连音，头上有2只弯弯的，然后中间写个3，有没有？这是一个一拍的3连音，第一个音0不唱，后面拉手要唱，所以3连音只唱2个音。你这个听见嘛是同款，对不对？风听见纯情的愿望，啦啦啦啦西嗦啦嗦咪2 3 4，啦啦啦啦西嗦啦嗦咪2 3 4，月娘要从咪滑到拉，月娘伊偷偷出来看，尾音是什么？不是A E O 的不是，它的尾音是吃包子有什么包那肉包是什么吧？红豆包子的是什么？刀所以这个是它的尾音是月娘伊偷偷出来看，瑞瑞瑞哆咪瑞咪瑞
哆西啦，瑞瑞瑞哆咪瑞咪瑞哆西啦，水水的年纪，那瑞滑进来，那会无人听，水水的年纪，那会无人听。啦哆瑞咪瑞西哆西啦，凌空吹吹吹吹有两根吹啊，所以这个第一个瑞呢吹啊，那个咪呢咪变成它的尾音，就是韵母，这个押韵的韵母吹后面是什么 a 吹吹来啊，所以这个吹呢要唱什么？吹来啊，它有两个音嘛。冷风吹来，心闭口啊，打圆圈这个字要变心微微这个字也是一个音，跟吹一样啊，吹来哈，吹来啊，这个微以寒，所以呢，它的微要怎么唱？微并不是微后边个下一个一，不是，而是它的韵母，它的尾音，我们用它的尾音来拉后面的这个音，微寒，所以跟这个吹来微寒，哎，这个后面的音要拉出来，后面那个音叫什么？韵母哦，叫我们通常会说尾音，有没有哈？韵母啊，韵母啊，来。冷风吹来，心微寒。停，好，主歌一唱完了，接着主歌二，咪咪咪咪瑞哆瑞哆啦，哎，这个跟楼上很像，这有像，但是不完全一样哦。来，你看我们主歌二的这个节奏的形式呢，跟主歌一很像，但是旋律不太一样。后来咪咪咪咪瑞哆瑞哆啦，起点点静静啊，我们说点静静是什么？就是静悄悄了哈，点静静不出声音的，起点点静静的相系啊，静悄星星呢，天上的星星静悄悄的在闪烁，跟这个风一样，我们声音让它往头顶上去，怎么样？哎，感觉上好像在头顶上在发声一样，点点滴滴的相系在此，点点滴滴的相系，月亮啊，哎，这个我们唱前面那一行有唱，对不对？这个滑音要带进来，咪啦，月亮啊，也替阮挂心意，啦啦啦，那西嗦，那嗦咪二三四，月亮啊，也替阮挂心意。月亮啊，也替阮挂心意。瑞瑞哆瑞咪瑞，咪嗦咪咪瑞哆啦，瑞瑞哆瑞咪瑞，咪嗦咪咪瑞哆啦，天顶的乌云，乌云，哎，那是因为瑞咪，所以你会觉得混啊，混啊，那个尾音要念出来，对不对？天顶的混，请哎，有请阿尼，请阿尼进来散吗？没有，请的尾音就是啊，请，所以请你进来。来的后面是尾音啊的韵母是一，请你进来看，请你进来散。哎，天上的乌云呐、你不要乌云密布，赶快散开啦！天顶的乌云，请你进来散。后面尾音是什么？
韵母是什么啊？哎，这次大家就有经验了哈。你把这个字念长一点，请你进来，哎，那个你请啊的尾音就出来了啊。进来啊，来的尾音是什么？一，请你进来山，拉哆瑞咪瑞，西哆西拉二停。拉哆瑞咪瑞，愿将月光月尾音是什么？韵母是什么？月光啊，愿将月光做顶顶，韵母是什么？愿将月光做顶头。好，这样子主歌就唱完了。来，我们继续副歌。啦啦嗦啦，嗦嗦啦嗦咪二三四，个段咪，这里还有一个嗦，个段咪，不了的呀，再一次个段咪，啊，嗦要唱出来。孤单的咪，无聊的呀，瑞瑞哆瑞瑞咪啦嗦嗦啦嗦咪咪，瑞瑞哆瑞瑞咪啦嗦嗦啦嗦咪咪，我的人我的心为你扛照行，扛照行，扛照行。啊，就有两个音，又延长一个咪。我的人，我的心为你扛照行。再一次，我的人，我的心为你扛照行。啦啦嗦啦，嗦嗦啦嗦咪，无聊的咪，在这孤单的咪，看两拍半又一个收，对不对？这个也是无聊的咪，两拍半又一个收，无聊的咪，啊，收要唱出来，无聊的咪，无咪无影，对不起来，无咪无伴，无嗦啦嗦，无影无车。无咪无伴，无呀无家。好，接下来后面来。啦啦西哆哆哆西西西西西，嗦啦西啦，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是你甲我，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好，再一次来，啦啦啦西。啦啦西哆哆哆西西西西西，嗦啦西啦，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好，来，啦啦西哆哆哆西西西。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哎，这是第一遍啊，第二遍呢？啦啦西哆哆哆瑞瑞瑞，哎，只有这里不一样哈。你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袂记了你甲我，哎，哆哆哆西西西，好来，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好，后面呢？啦哆哆哆瑞瑞瑞，啦啦西哆哆哆瑞瑞瑞，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停，好，这样一遍就唱完了。来，我们把副歌连起来。孤单的咪，无聊的呀，我的人，我的心为你扛照行，无比无伴，
无也无食，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停停停！哎，唱到这边第一遍就唱完了。唱到这边呢，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好，我们这第一遍就唱完了。接下来呢，第一遍这个看高帽子一对不对啊？这里有高帽子一，还有一个什么间奏五小节啊？间奏五小节之后呢，反复从哪里？起风。听见，哎，又从头开始唱，又唱到是啥人袂记了今生的约定，第二遍在这里也要唱，对不对？然后呢，隔壁是一，第二遍我们就不唱了，跳这里了，停停停，哎，孤单的，然后呢，旋钮在哪里？在副歌，所以第二遍呢，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然后1、2、3停3拍接副歌，孤单的你，无聊的夜然后唱到这里，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 ，FINE 就结束。所以这首歌要唱2遍半。刚才我们已经逐一的一句一句呢逐句。逐字给大家介绍这首歌，来，我们就来唱反复的第2遍这个要点，这来，咱按度假最后这句来是啥人，然后这个间奏5小节，然后就来接第1遍，然后要反复第2遍然后来把它合起来来练一些，来唱一下来，是啥人袂记了，一起来，1、2、3，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适应好，间奏5小节，来，我数5下好了，1、2、3、4、5，来，风听见纯情的愿望，月亮伊偷偷出来看，水水的日记儿，无人听，冷风吹来心微寒，星点点滴滴在闪烁，月亮也替我心意。天顶的乌云，请你紧来散，愿将月光做灯塔。孤单的你，无聊的夜，我会让我的心为你扛照行，无眠无伴，无聊无食。接下来你看，接下来有3连音来，请要注意。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停停停停，孤单的你，无聊的夜。我会让我的心为你扛照行，无眠无伴，无夜无食。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是啥人袂记了你甲我今生的约定？停刷。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月光灯塔真好听嘞哎呦，你若去听张秀清唱的比袁老师唱的较好听，还是一定的啦，人是专业歌手嘛还是原唱人对不所以咱先来去 YouTube 欣赏一下张秀清的歌声，再去回来练习这首歌就会更有感觉更有 feel。来，欢迎大家呢给这个粤语爱唱歌频道呢订阅按赞
好，然后打开小铃铛，有大家的支持呢，这个频道才能够持续不断的制作优良的影片歌曲给大家分享所以欢迎大家到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超级感谢，来，我请丢兵了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然后给起了去然后给岳云老师抖内是什么？就是赞助啦有大家的赞助，这个节目唔知当这做落去对不感谢大家的支持，来今仔日这首呢月光灯塔、月光灯塔都给大家介绍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拜拜。